主行2025年5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的上帝袂不义。咱做伙来听读圣经诗篇92篇第19、1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92篇。安息日的诗歌。上主啊，阮感谢你，至高者，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。阮早起时抱拥你的慈爱，下晡时抱拥你的信息。弹10条弦的楔琴，用乐器美妙的声音伴奏。上主啊，你用你的作为，互我欢喜。我要因为你的手的所做，唱歌快乐。上主啊，你的作为遐尼伟大，你的意念遐尼深奥，无知识的人袂了解，愚戆的人嘛袂明白。歹人亲像草木生，做歹的人虽然兴旺，一定拢会灭亡。总是上主你至尊永远掌权。上主啊，你的对敌一定灭亡，所有做歹的人拢会受拍散。总是你有加添我的气力，互我亲像野牛遐尼勇壮，因为你有用新的油倒伫我身上。我亲目看到我的对敌受报应，亲耳听到攻击我的歹人受刑罚。义人会兴旺，亲像樟树；会生长，亲像黎巴嫩的碧香树。这个树栽伫上主的殿，伫咱上帝的城茂盛。树老的时，还会结果子，结真多，色青翠。兑显示上主公正，拢无不义，伊是保护我的石盘。我的上帝袂不义。伫生活经验中，每当好人拄着歹代志的时，咱往往会问：为什么会安尼呢？上帝啊，你还是义的上帝无？其实，搁较好的提问应该是：既然不幸已经发生，我着安怎面对呢？上帝啊，你爱我对这学习到什么功课呢？对伫安尼，诗篇92篇的答案是：爱继续倚靠上帝，无到结局，代志的好歹还袂定论。此时此刻就是上赞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坚固的石盘，伊所行的拢是公义。现在我无法度明白，但是继续倚靠上帝的义人，上帝会予伊兴旺、丰富、结实累累。上帝是我坚固的石盘，我的保护者袂不义。诗篇92篇是一首安息日的上赞诗歌，详细孝顺上赞带出来的果效。当人遭遇困难和面对危险的时，上赞上帝会当帮助人建构内心的世界。神学家布鲁格曼安尼讲：在咱伫迷失方向的世界中，上赞帮助咱重新定向。因为伫上赞中，咱高举至权的上帝，赢过其他偶像。透过学乐上赞，将目光定睛伫这位永恒的上帝身上。上赞上帝，让人聚焦伫上帝的大能，互人独独看见上帝。诗人伫上赞中不断描述佮唤起人看见至权上帝管理整个的世界，互会众通过做伙学乐，伫同情共感的经验中，宣扬上帝
的痛甲信息，佮带着新的愿望，确信即个世界拄受到一位值得信靠的上帝照管。上赞上帝的常时，也互人弃绝未受应行上帝统管的关系，弃绝互人焦虑的暴力世界，弃绝科技操纵的欺骗，弃绝过度浪漫的自我主义。上赞所强调的是至关上帝的属性，互敬拜上帝的群体会当以明确佮深思熟虑的方式，勇敢抵抗世俗世界中密不可分、佮具毁灭性的诱惑和死亡权势。当咱面对世界内的压迫、苦难、致使软弱无力、伤心痛苦，步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，甚至迷失性命方向，想放弃找时，上赞上帝会帮助咱重新定向，互咱注目上帝的赦免和大能，再度看到受钉伫十字架顶，赢过死亡带来各我愿望的主耶稣。上赞上帝会当互人赢过困难甲挑战，再次出发，甲上帝同行。当会众伫教会做伙共守圣餐的时，我拄好用行动来上赞上帝伫耶稣基督里的拯救。毋但上赞伊过去的拯救，即时的同在，也上赞，搁听候耶稣基督的再临，直到伊的权柄统管万有。默想我祈祷的内容，上赞占有偌济的分量呢？伫我祈祷的内容中，上赞占有偌济的分量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用我对你的上赞做真锁，将迷途中的我救转来你的面前。伫上赞中，我搁看见你的荣光，体认你的信实、公义和慈爱。伫上赞中，我搁一次领受气力，感受到你的疼包围我。感谢你，互我伫上赞中跨越现实的挑战甲困难，甲我对迷途中找转来正途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圣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